咁琴日我哋做完五月天嘅嘉賓啦，咁啊非常之開心，因為點解咧？其實我哋以前咧，我哋好耐90年代咧就已經同公司嘅，但係一直咧就冇機會同五月天啊合作喎。咁今次咧就好榮幸，咁啊得到五月天嘅邀請啦，可以喺大巨蛋嗰度同佢同台灣嘅觀眾見面啦，又可以親身真係可以同五月天合體。咁呢個，因為佢哋做27年，而我哋41年，加埋68年嘅組合，一個好犀利嘅組合嘅結合啊！今次，所以我覺得係非常榮幸，好開心。琴晚亦都玩得好開心。係啊，咁啊琴晚亦都係我哋第一次去大巨蛋一個好大嘅場地啦。咁所以大家所有嘅觀眾聚首一堂咧，嗰個震撼力咧非常之勁嘅。咁除咗多謝五月天邀請我哋嚟之外咧，亦都多謝佢哋嘅歌迷朋友，因為琴日我哋出場嘅時候，嗰個聲浪咧有如世界盃咁，多謝你哋俾我哋嘅歡呼聲，多謝晒。係啦，咁同埋今次同五月天一齊合作玩完之後咧，我發覺咧，我覺得阿信咧跟住嚟可以變轉型啦，因為佢可以佢可以變成唱跳歌手。我覺得佢跳舞，佢私底下傾偈嘅時候，佢就好似話冇乜咁大嘅信心。但係我琴日睇完佢之後，我覺得佢直情直逼我哋啊！我而家覺得有少少壓力添，所以喺呢度咧，我就大力咁樣支持咧阿信咧，就成為一個唱跳歌手啊！我跟 Masa 是很配的，是啊，可以來一個新的組合，長髮組合，是。看我們的風，你看很漂亮，對不對？對，飄逸，兩個都是這樣。對不對？我們可以來一個新的組合。大家好，我叫蔡，我叫蔡一枝。我跟石頭應該很配吧？對，都是銀髮的。對啊，以剩下來你們三個跟我一起組合好不好？那我們一起組合好不好？來，我們四個分隊了。那個新的組合。咁就仲有咧阿馬莎啦，同埋我都話你可以同佢做。我同馬莎做一個新嘅組合嘅長髮組合。琴日大家喺現場都見到我哋嗰兩個長髮幾飄逸㗎啦。我啊同阿石頭咧應該係同一個顏色嘅髮色嘅，咁啊所以咧我哋應該可以組成另一個組合。你哋兩個咧先借名一下。其嗰三個同學咧都係成為4個精英嘅組合嚟嘅，都喺度嘅，多咗3個組合啦。係咯，但係今次真係琴日我真係漏咗一樣嘢啫，就係唔記得咗喺台上邀歌。係即係我覺得琴日因為太過熱情啊，啲 fans 好緊張，咁又唔記得咗喺台上邀歌，咁啊而家喺度補翻啦。如果話信你聽到我咁口信之後咧，記得你有時間，亦都有心情休團嘅時間寫歌俾草蜢啊。係啊，等緊你啊！到時我哋就可以有一首歌就可以同五月天一齊 crossover 啦咁樣咯。OK。那你沒有看過我們的演唱會嗎？就是因為沒有，所以我們今天就那個自己哦，就是有一點自私哦，就是偷偷的呢把你們那個搬到台北來哦，讓我們自己先睹為快。就是為你這一句，我們確定明年1月份我們在台北開演唱會。咁我哋琴日咧亦都宣布咗，我哋草蜢啦，就明年1月份啦、1月中啦，就會喺小巨蛋咧就做演唱會㗎啦。咁就大家都好期待啦。咁我哋自己本身都好期待啦，因為相隔我哋上一次都有成2年幾，唔記得啦，3年到啦。咁就都冇嚟過台灣做演唱會。咁今次咧1月份嘅時候咧就會嚟到台北做演唱會，咁所以我哋都自己好期待啦。咁啊，因為琴日就已經喺大巨蛋嗰度感受過大家嘅熱情啦，咁所以我都好期待1月中咧同大家喺小巨蛋嗰度嗨翻天啊！冇錯。咁相信好多人咧喺網上面都見到我哋一啲片段咧，我哋演唱會嘅。但係今次嚟到台灣咧，我哋將會改歌單，為你哋唱我哋好多台灣經典嘅歌曲。咁到時係一個唔同嘅溫單，希望大家會快啲嚟睇啦。會唔會有特別嘉賓咁？明年1月，草蜢在台北的演唱會。其實我票已經準備好給你們。哦，真的嗎？有票，所以就不用上台，對不對？1張、2張、3張，這邊4張、5張 ，OK。我們1月中見面好不好？謝謝，你們都要來哦。
然咁啊，琴日我哋已經喺台上面咧，就已經即係講完演唱會之後咧，即時咧邀請咗五月天嚟睇我哋啦。咁啊，希望到時如果佢哋開心嘅，咪上台同你一齊玩咯。我哋都係隨時歡迎㗎。即係好似琴日咁咯，我哋都好開心啦。咁啊，原來佢哋五個人咧都係一個派對動物嚟喎。咁啱晒我哋草蜢嘅派對 party 演唱會啦。咁所以咧就好期待啦。咁同埋咧，我哋過幾日咧，雖然我哋今日咧就要趕翻去香港，咁但係我哋逗留幾日咧，我哋又飛翻過嚟台灣㗎咯。點解？因為我哋喺台灣有另外一個活動啊，咁就係一個棒球嘅活動啦。咁我哋會喺中場裏邊表演啊。咁希望到時即係 half time show 咯係啦，喎。到時如果台灣嘅朋友想見到草蜢嘅話咧，就密切留意啦。因為我哋自己本身就未試過出席一啲棒球賽嘅盛事啦，咁今次亦都係第一次啦，咁所以我相信應該係好好玩嘅一個。我想試下喺表演嘅期間咧，打一個全壘。你打全壘啊？我接球啊！我做手球手。好啊。嗯。